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。第11課，豐富獨處的時光。與人來往，別只是為了排遣寂寞。仿效僧侶獨處大自然嘅生活，進入咗智慧型手機嘅時代之後，人就變得更加冇辦法忍受孤獨，或者係因為習慣隨口就可以傾兩句，就好似自己身邊總係有人陪伴同埋傾偈咁樣，從此難以忍受獨處嘅寂寞以及放空悠閒嘅時光。有呢一種想法真係太可惜啦，因為獨處係一種好重要嘅時光嚟㗎。一個人能夠安靜咁天馬行空去思考，諗下過去，諗下未來，反省自己嘅行為，分析社會現象之中同自己嘅關係部分等等。只要身邊有其他人喺度，就冇辦法享受呢啲獨處㗎啦。日本自古以嚟就將獨自生活喺風曉嘅大自然當中視為最奢侈嘅享受。12世紀嘅日本歌人暨僧侶西行嘅生活方式，更係最令人羨慕嘅。試下為自己安排一段凝視自我嘅獨處時間啦。唯有咁樣奢侈嘅感悟，先至能夠醞釀出更美好、更妥善嘅生活方式。